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4月初4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出埃及记第40章第1节到15节，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会幕开去啊。前礼拜六，咱讲到盘过节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赏赐予世间人的大罪羊羔。耶稣伫顶十字架断开了后，圣殿的会幕就离开啊。这代表什么货？代表着人无搁再需要人为的祭司来帮咱赎罪、献祭，以及带领人来悔罪。也并毋是讲人的行为足好势，乃是因为上帝疼咱赏赐世间人一位永远的大祭司。毋通安尼，耶稣伊也诚做大罪的羊羔，诚做迄个赎罪祭，会幕离开啊。因为救恩，互咱会通食到耶稣基督，会赏赐互世间人，无搁再需要亲像旧约犹太教的祭司，照着规定，只有祭司才会通去到伫至圣所。照摩西律法，人袂会见到上帝的荣光，因此需要会幕来遮杂。耶稣基督呢，是以马内利，代表上帝亲自的同在。人因为看到人子，就代表咱看见上帝。咱甲上帝的中间，就无搁再需要会幕来遮杂，因为看见基督就是看见上帝的荣光。因为耶稣的牺牲，因为伊的献祭，一摆就成就了迄个救恩，互一切相信伊的人会当得到伊所赏赐的救恩啊。起初以色列人伫出埃及的时阵，并毋捌上帝，所以因的生活也无符合上帝的要求。伫出埃及的过程的中间，因时常来得罪上帝，因经常伫遐埋怨，也制作金牛来做偶像，甲上帝的距离无法度甲亲近。上帝赏赐以色列人一个赦罪的救恩，但是设立祭司，对摩西的哥哥亚伦开始，因的家族来担任，是为着以色列人要献祭、要认罪、要求上帝赦免来。伫律法时期，以色列人就是透过祭司的献祭来表达伊的悔罪。出埃及记40章的记载，甲咱讲，正月初1，你着爱搭这个圣幕，将迄个放伫十界的约柜安放伫个内面，并且张为热杂。你着爱将姜饼刀来搬入去，伫刀仔顶摆好势，迄个用具。也将灯台搬入去装灯，你着爱将烧香的金坛放伫约柜的头前，伫圣幕入口挂着门帘，将这个烧化祭的祭坛设伫圣幕的头前。洗肠的盆仔放伫圣幕甲祭坛的中间，迄个内面爱滴满水。爱伫园仔内底周围，这个帐幕徛起来，
并且伫入口挂门铃啊，你着爱将迄个圣油抹膏抹伫圣母甲一切器具来分别做圣，然后用着圣油来抹祭坛甲一切器具，互因全然成圣。你着爱用圣油来抹洗肠盘甲盆座，互因会通成圣。你着爱带阿伦甲伊的囝到伫圣墓的门口，互因伫迄个所在来洗浴，爱替阿伦穿着圣服，用圣油膏抹伊，互伊成圣，做祭司来服侍我。着带着阿伦的囝来，替因穿着内袍，用圣油来膏抹因，亲像膏抹因的老爸共款，互因通做祭司来侍奉我。这个圣礼要手续，互因做永远祭司的职务，互因世世代代来侍奉我。这是祭司献祭的定律。是安尼颁布并且实行落来，但是呢，即种每一年的悔罪的祭，无法度帮助以色列人真心来倒转来到上帝的面头前。以色列人不但无悔罪，也将上帝的仆人先知来甲伊杀害啊！圣经讲，其实每一年献祭只不过是互人记你家己的罪，因为公的牛、山羊的血，拢无法度除掉人的罪。犹太的祭司逐工徛伫侍奉上帝，一摆献上同款的祭物，但是这祭物永远袂当替人除罪。为了听世间人，上帝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这个世间，叫一切相信伊的人无得到灭亡，反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回无离开啊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受着上帝的差遣，成做人子。因为伊成做太罪的羊羔，红钉伫十字架顶悬。伊的宝血成做祭坛顶悬的牺牲，耶稣基督成做大祭司，为着咱世间人的罪献上来做祭。圣经嘛安尼去甲咱讲，因此基督要到伫世间来的时阵，上帝讲：你毋爱这个圣祭甲供物，你已经为着我备办身躯。你无爱这个祭坛顶悬的烧化祭，也无介意赎罪祭，所以我讲上帝啊，我来啊！为着要遵守你的旨意，亲像律法书顶悬的记载，关于我的代志，首先伊讲你无爱，也无爱介意这个圣祭甲这个供物，伫祭坛顶悬的烧化祭甲赎罪祭。虽然这个祭物是照着法律来献上的，伊也是安尼讲。伊接续讲：上帝啊，我来，为着要遵行你的旨意。上帝取消着一切进前的献祭，是要用基督的牺牲来代替。耶稣基督遵行上帝的旨意，献上家己的身体。一摆就完成啦，互咱归圣来归主。这是希伯来书的记载。希伯来书阁进一步来说明第12节来讲，但是基督献上一摆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然后就坐伫上帝的正边。伊要伫遐来等待上帝互伊的对敌来屈服伫伊的骹下。伊一摆的牺牲，互遐圣化归主的人永远成做完全。圣神也捌对咱做证安尼讲，主安尼讲，伫以后的日子内底，我要甲因立安尼的约。
我要将我的律法藏伫因的心内底，写伫因的头壳底。伊接续去讲，我无去记即因的罪恶甲过错。所以，既然安尼，这个罪得到赦免，就无搁再需要赎罪的祭物啊。这是伫希伯来书所讲的。是因为安尼，咱无搁再需要祭司，咱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咱无搁再需要去会幕来遮杂。咱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，甲上帝有第一手更较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基督徒不但爱维持有自慧习惯，也必须爱有读经灵修的习惯，甲上帝有真好的连结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你。愿雅各的上帝甲你藏伫悬的所在保护你，愿伊对圣所来赞你，对錫安扶持你，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素质，接纳你的烧化者，愿伊照你的心所爱赐予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愿要因为你的得胜唱歌。愿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，愿上帝成全你一切的祈求。当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圣的天应答王，用伊正手的气力，予伊大胜利。有人倚靠车，有人倚靠马，毋过阮只有要夸口上主。愿上帝的名，因的太师倒落去，愿为太阳徛在在。上帝啊，求你予阮的王胜利，阮求救的时，求你应答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救恩，透过耶稣基督的献祭，予阮得救。互会幕无搁再成做阮甲上帝中间的隔离，也互阮会通甲上帝建立真好甲亲密的关系。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